欢迎收看《狗狗拱哈位》，我是敏华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嘎 T。可以看到，新年假期呢，已经很多人准备要转年回家过年了，所以现在在街上很有过年气氛，而且像是车站啦，或者是一些像是火车站、高铁站、客运站、飞机场，都可以看到呢，非常多人了。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一定要记得哦，要坐大众交通工具哦，因为才不会在国道上遇到审查。春节连假，动年转年，出游走春最怕遇到审查，改搭客运收取优省钱。春节连假，高雄往返台北的路线，客运业者开出了1351个班次，而且利用游览车来营运，预计会再加开至少265班，增加将近有2成以上的运能。尖峰时间还能机动性的加班，民众等车的时间以不超过20分钟为原则。新年嘎 T 国道很容易审查，鼓励大家呢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。那到底什么时候是尖峰时段呢？也提醒大家最好避开这个尖峰时间。那现在观察预售的情况，看起来小年夜这一天呢，旅客会多一点，所以我们希望说旅客来观察目前网站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车位啊，随时做机动调整，也应该避开这个小年夜这一天的尖峰。新年假期动为审查，面对国道5号春节车潮，公路总局也做出了因应，客运增加班次，尖峰时间3到5分钟就会发车，候车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。而宜兰总是旅游热门景点也规划了红配绿的景点公车转乘服务，鼓励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别让审查坏了出游的好心情。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！在这边，明珠祝福大家有美好新的一年。我们认识了许多新的单字，在这边，明珠带大家来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单字就是回家过年，转年，转年。第二个就是假期，假期，假期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就是新年假期容易塞车。新年假期动袂塞车，新年假期动袂塞车。这样的我学会了吗？祝福大家有新的开始，新的气象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